讲诗词的田道聪、坤道聪，讲师好。讲师好。请坐下。副主任，咱在这注意这平台顶大家早。老师早安。虽然讲是全注意，做出好准所有的老来一点的来顶，然后这地方来提醒，这里要是不这样做，会在在会，然后到这里是机会，那还是担心大家闹出利益。好啦，今仔日是咱各位是每年体育班，那体育班一般宿舍咱就是大班，因为咱班一讲几乎咱的这个要做些些吼，我来这个班，这个班主要就是讲体育就是咧开始咱的地位，咱属于学的吼，地位非常重要。不明理研修的，无了解这个名义吼，就你无心意吼，修的做错了吼，也袂公平。所以今天学校边可能各位这边4月这个题目，还是嘛得到做，能够处理一下吼，还是。手机时代都用这个，有一点仔方便，嘛有一点仔复杂，相对带来一寡困扰。出问题的时阵，就会产生困扰。哇，不容易。多者。要听。讯号比较稳定，然后到。谢谢。就是大家讯号。好，咱看下今天感觉各位是在学习的题目，就是一二七。目测有心吼。而且啦，就有一些小刷头。那咱今天看到各位是用这个我叫一的区块，这是咱比点位在后面。还是表示有玩各位先看那个新思想法环节，过来，首先呢，咱挺欢喜来这学习，还是这边较杂了，爱上课就
你要想要来吃啊，为何在这里？很多学告诉为了在下面来吃。啊，对了，这会将你给咱招，叫咱在那边，所以咱敢来，有时呢，啊是危险的啦。啊，到社会上，我就，然后就当你这些人才，就文化把大家保持，也呢，啊，上次讲这个地方比咱台北明星，好，来浅浅的举手，你就讲啊，我现在那边来加哦。那一语中的啊，一句话就讲对嘛，大家目的就是那边小心了事啊。哦，但是，这是咱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哦，咱修行学道，一个目的，其实无非就是要超生了事啊，要了解这个形式。哦啊，那伊有讲来讲要了解形式，要是灵性见性，要开悟。有讲，啊讲讲咱。这个世界有十八界，十八界啊，十八界内底其中有四个是，有四个法界是当超生了事的，免去轮回。啊，剩的呢，剩的拢爱轮回，咱等于把剩的叫做啥？速生六道。速生六道，为啥咱要讲嘛？哦，是道啊，地鬼、天人道啊，叫鬼道吼，阴道。人道也是道，唯有十八界顶悬的速成道吼，四圣吼，速成道速成，上悬的叫做佛，哦，佛就是已经修到究竟圆满，再来叫做菩萨，再来呢，就是有阿罗汉，阿罗汉去哩的，拢爱哦，啊达到开悟啊，什么叫开悟？即摆咧修炼就是要对，什么就是开悟？开悟了，明心见性。哦，明心见性吼，这是咱修行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项代志。明心见性，开悟了，进入十八界。所以进入十八界，大家上少要大家阿罗汉已经达到开悟。那不然即摆这个时阵会啊，咱不只是要做阿罗汉的阿罗，那即摆咧定的吼。这些是有一个菩萨德啦，菩萨德，菩萨就是下化众生，上求道，所以因福德下化众生，咱迄个赢利之外，所以咱今日学习的就是先看咱大家坐，因为咱坐天者咧做菩萨道，有咱做一个求来带咱来有道求道，所以咱来有道学习。目的就是要开悟明心见性，菩萨道行完，然后就下化众生，上求道，达到这个佛菩萨的境界。所以咱今日来讲吼，是非常殊胜的。哦，感觉讲这是大家坐伊，而且坐这个当下吼，安尼心啊都贴入，哦，咱大家咧，然后讲其实嘛是咱个人的心理，啊，不然，当我们如果可以互相相互去贴地的时阵吼。这是可能应用好啲，你讲咱，我咧讲，当然我讲的不一定是100%健康，哦，因为这毕竟咱我的是定义，哦，我们是尽量的求真实，真实，啊，学习的哦，这是学习，啊，所以人要不断的超脱，所以在哪里，啊，有些菩萨的哦，比如很多简单，那而且咱风水讲，其实咱可以看一部车的心理啦。咱最近的风水看是本身，就是这一生会合啦，是啦，这是啦，这一生这些哦，是方面啦。哦，这咱风水做点搬方面讲，啊，听过来就听清楚。哦，这是一个外国的学者写哦，啊，以下也一些哦，他西方世界哦，是种这个灵媒，灵媒就是咧讲迄个。迄个顶悬的灵魂沟通的吼，哦啊，伫咱遮话就是咱类似咱迄个术的迄，啊伊呢伊讲，伊会去做这个角色吼，是一个偶然的机会，这个就来去讲，伊讲伊所知的物件拢是伊顶悬的灵魂来讲，哦
啊，所以伊这物件吼，科学家要讲伊讲的道理，含咱这是道理在听啊，在修行嘛，在吼，在听这道理，其实都是类似的。伊讲吼，这顶悬，你讲灵魂，这宇宙这么大，宇宙的大是难以想象啊！各位听到哪宇宙在偌大？连科学家都我都明通的讲出，现出世的宇宙到底有偌大？伊讲这宇宙的大难以想象，所以这宇宙有啥物物件？其实咱嘛是无法度100%肯定。啊，搁伊灵魂来讲吼，这个宇宙甲充满无数的灵魂然后，啊，这个灵魂，伊拢有一个目的啊，应该是这些啊，这个宇宙间充满无数的灵魂，啊，这个灵魂呢，伊讲灵魂哦有分三个天，这是3个天。哦，灵魂有分3层，第一层哦，你的投胎来的世间，这个肉身层，霸气的这些3层。那第2层呢，就是叫做灵魂层，那第3层哦，叫做因果层。啊，伊这是西洋人咧讲哦，所以他佛家咧讲一个哦，是8物体是8个。伊讲上第层的灵魂，肉身层，伊啊灵魂会投胎来人世界。然后呢，伊若过后就爱注意灵魂层。那最后呢，伊伫即个过程吼，你灵魂投胎到肉身尾啊，来灵魂，这个过程不断的修炼到尾啊，伊若我进入因果层，就咱们福德咧讲，解脱啦。了每个现实的生死，所以讲啊，灵魂叫我分10层，10级啦，分10级啦。啊，所以每一个灵魂的基础拢无共，啊，因来到这个人世间，伊拢有伊的任务、伊的功课来去完成。当伊，比如讲伊对第2站，要去第3站，伊可能爱投胎3遍、4遍、5遍，无一定。看伊来这个人世间，吼，伊的修、伊的功课、伊的学分啊。迄个功课伊需要有够啊无够，伊若是有够，伊若伊会升一个级，啊若无够呢，伊可能会降级。啊，所以啦，伊较咧讲啊，讲你啊，甲阮一个爸母啊，阮兄弟姊妹吼，甲一个爸母生，兄弟姊妹，啊，伊去啊，甲咧讲，几乎拢共款的。啊，现在即个兄哥是个啊，即个小弟是个差真济。哦，咱老兄弟姊妹嘛知影，有个人较巧，有个人较含慢。啊，有个人明明是知影咱着有许的，啊，不过呢，为家己的兄弟姊妹，咱拢较讲，不一定会来。哦，咱爸爸9个兄弟姐妹，哦，咱妈妈9个兄弟姐妹，8个，过较少8年都不好变。啊，搁以前这个兄弟姊妹，刚讲拢无来求得，我遐也是阿舅啊、阿姨阿姑的，嘛是拢有啊，啊，搁真正有一般的个咧听，有限啊。啊，现在会面对有即种差别，咱讲人的基因带起来底啊，啊，现在为人较高，较慢，而且就是人每一个人，前世人吼，具备的条件是无共款的。啊，顶世人可能是以即个人的即个理论啊，咱有可能是第8级的灵魂来，所以咱人啊，咱心境、咱的意境、咱的地位是较大的。可能咱的兄弟姊妹，可能这是。啊，不然喏，也理解到了吧？啊，因美丽道理内底，是嘛有一个很形象啊。哦，所以有个人，来道理听听足欢喜，有个人道理听听感觉无啥。啊，有个人听了足么新的，哦，足积极的例子。啊，有个人啊，这样这样因为人每一个人，这个法界不一样，所以有家就讲每一个人法界都无共，我讲法界都不一样。哦，所以都完了，不好意思。为何在这里？哦，啊，所以咱今来遮道场来修行的目的，就是要阮的境界一直提升。啊，有可能哦，咱即摆这个时阵，哦，我马上就地位主管，啊，我着我相信啊，只要咱头一啊，一定拢会进步的。我博士就讲过一句话啊，讲咱咧修行吼，要怎么样？每天大家都按去做，一天2天呢，爱求进步。1天2天吼爱求进步啦吼，然后呢，持续不断，1年2年呢爱求啥？爱求功夫吼，
干部啊，有这干部的点点吼，嘛讲属于政府了，有什么干部，然后咧，10年、20年爱求什么呢？求火挥毫吼，那你挥毫爱点点出来，最好呢30年、40年，求什么？求珍惜，点仔的珍惜会当变现，30年、40年的功夫。所以过年前虽然那来好像来到场没什么明显的改变，但是要搞定1天2天呢，就要看到进步。1天2天呢，看到有感悟的天性，不然看微好的一点点，最后那个是要70年、30年、40年，30到40当做成功，过年这是为什么要神卡？所以咱对这个开始每天都要求让自己。我你一点慢慢慢进步了，所以咱大家也着你这个透过学习这个经历，咱多方分享咱的心得，咱较好诶，咱就扣你用；若无好诶，后边咱就把它过去。最重要的咱今天为什么来这里？其实是为了要勉励的，为利利咱这心态健康，咱以前咧较袂变差。不然呢，咱今日题目叫做莫错用心，用着心。咱修行学道的宗旨其实就是以德为主。所以咱人做代志是用德来做代志，咱用心来做代志。因为咱人的主宰其实就是这点心。咱这点心有下德无下德，这才是关键。无德，听咱拢知嘛，德就是了，德就是了。德爱放入来咱一点心，德若无放入去心，咱就用着心。所以咱下面感觉各位先不一样，讲这个错错，但我们了解这个。因为他后学那个在那个简报的方式跟人家不一样所以有耽误一些时间。好，讲到这个车，咱刚才换车，讲来讲去就是然后无车那个是没啦，每个建议先面规定难度大大小小难免犯错，觉得今年时间几分，回首咱的过去，其实蛮坏的，提前测。各位先生，老李想过讲，为什么想要你换车？你想过讲，咱现在这不对吧？那老李想过，错误是从哪里来？为什么会犯这个错误？有没有先生要跟咱分享？上参与过很多这个班会大部分这些都是答案都在心里面还是一个我要随便讲呢，我们就来讲不想讲的我们在心里面死，然后学习力刚学了，那个也是不断去思考，思考这个为什么天天得力要学得动，太了解讲咱也想这个，当然得力爱听或者是不断去学，我把细汉的时阵，慢慢的听我小的，我爸爸叫来，我就爱听得力了，我拢坐大听，然后是然后打呼炮，听教书听听咧讲，是然后是对教书讲，到底是真正对，是有得力无得力，我拍一个呼炮，我咧想，大汉对你得力，不断的学习了，我得力，通过不断的时刻要自己去领略你的好。所以这些时刻非常的重要，所以后续嘛，鼓励咱各位在多去思考。刚书讲的我现在可以打个问号，然后去想一想，然后再去印证一下我的讲的现品讲，选来这些意见，这
非常重要。后来咱各位现在，咱有想过咱今仔日为什么会犯错？上次在疫情讲的时候，我先提过，没有错，我觉得很好的点，第三，那个能力不够了。这边有能力不够，我感觉无够厉嘛。我上好学咧上班就是安尼啊，上班，感觉家己都会晓。啊，较早咱上班做是电脑网络，电脑网络吼，这种是咱咧上班的时阵，袂使共修理电脑，因为电脑大家在用，当然咱大概下班去啦，电脑半暝啊，去处理遐项目，哦，因为下班等伊啊电脑还通去修理，来咱做业务的，啊有一遍咱迄个事务吼，咱出来就甲前辈先摆，哦，伊袂歹，伊来几项个月哦，规晚当工佫袂歹。通常放弃要讲2个3个，你老公叫我家己做去，真正甲用结果咧，真正做唔对个，出错了啦，后面花一些时间去处理了，因为出了那些错案，我印象深刻，我来家己会晓的，迄个程度还袂到，还袂到遐，所以我们会错，伊不够，佫有一个是啥安尼。地位无够，地位无够就是我们不知道了，我们的不知所以加上咱的地位无够，所以咱伊犯错，就产生囡仔，这代是因犯，所以就去犯这错误，所以咱的因为咱的地位不足咱唔知，所以咱去犯错，这是道理啦，咱道理咱才听了。有时咱天天咱知原来做人是袂使安尼做，做人就要安怎啊对，所以当咱的地位无够的时阵，我们会去犯错。当咱在听到伊言语了，咱来提咱的地位，咱就去减少犯错。这是地位，不然如果讲能力不够，有的人能力不够，所以也犯错。能力显然不够，其实能力不够是咱勇气不够。咱练习无够，包括咱咧想，咱道理嘛共款。咱道理听着拢知，可是咱各位真正情况嘛，咱是等去厝嘛是上搞这个错误。拢感觉咱做袂到，拢来道理听吼，咱应该去五遍，讲话爱去诚细细，爱温柔，无爱客气，讲话爱有礼貌，做人爱有礼貌。不同咱的报感面是感念是，同咱下感叹是。做这些咱是什么表现？后学表现一定是什么？你讲美我嘛，你安怎？没能力嘛？可是咱来道理，听道理拢甲伊讲道理咱拢知啊。爱真诚细细，爱温柔，爱讲好啊讲。可是我们因为咱这个道理知，不过咱的练练无够，咱的练习无够，所以咱还是搞发出来。所以这个是咱的不足的所在，所以我们会常常犯错。各有一种错误，到现在来看，我伫这期间，就是我拢嘛知影，我好像也没做什么错，可是为什么还是人生这样无顺啊？我对错，我来理解那个，各位先生在导出投资啊，这个我导出一话了。我刚才那是没公平嘛，要有对举嘛。有些人嘛感觉讲，我嘛是做点功课啊。我嘛知影这间公司的伊本质好不好啦？既然拢知的这部分咱拢做够了，嘛用这个时间去观察啦，伊看这间公司是不是值得投资。可是呢，咱偏偏股票甲买落去了，投资落去了，你叫咱也是了值，到这些个。有啦咱刚刚提过，我也是用了很多的心思、很多能力，为什么还是无法度？其实这种人会另外一个这个是啥？这其实是咱的福不够了，福不足啦。当咱的福无够的时阵，其实咱人世间的过，其实虽然咱为了咱拢知道咱也是行到非常卡甜，因为咱的福是无够，为了是对于来讲这个故事嘛，咱两面时常咧讲。在心里啊，那代表希望财神爷来
步还算不错。在新年，我们在新年，你这个工课做了无好，就算回来，过到遮尔散，啊回来过到遮尔好业。那为什么？你这工课做无好，你要互大家日子拢过较好？但是讲无，我已经足尽心尽力咧做这个工课啊。伊会好，伊会散，伊会歹，伊会艰苦，是我来决定。伊某就讲，到边啊？你现在讲诶，讲无，安尼我示范互你看。伊讲你看遐，我即摆是努力，但是咧优甲，真快，但是努力。你看遐两个阿某，伊等下对这条路行过去，我优甲等伫路中哦，你看伊发生啥物代志？这两个阿某伊做事做完，这个非常欢喜哦，慢慢要等于做欢喜啊，有说有笑，那种行那种讲那种开玩笑，一定很出息啊。到纠结的这个引导底下，这是就因翁提议讲哦，今仔日这样欢喜，这样快乐把咱来升一下游戏哦比赛，咱两个比赛，这条路咱大家咧行，咱目睭起啊，我想袂当顺顺利利啊行过去。无好来比赛，我手起来，就给他走过去，真快呢，我就一样，无看伊了，跟人家一样，到手的，但是人我一样，这是我不爱互伊嘛，是哦，伊讲来，你等你去看，你看遐有一个少年囡仔骑一只马，一直咧过，我即摆甲一个足细一个囡仔。小金碎金啊，碎金是块，但你路边是张草坡来的，一个草坡来的，你看发生什么代志？你徛你啊，这个是好呀，富家子弟啊，徛过去哦，有用啊嘛，停落来，尿急，要放尿，我走去边啊，要放一个尿，边啊的裤子，看好吧，我讲眼光余光有，快点，我看你发光。我看是姨妈小块，有办法给它 Q 的。不要起来，我别说早。你起来不要再你紧，这细地姨妈就叫 Q， 啊听老板这大地紧干，是哪无看到？但是也来我讲你啊，现在呢，你拢听过，福报的问题啊，这少年的吼，这富家子弟，天生就带福报。所以，伊一世人就是无办法。啊，什么叫福报？福报是顶世人修来哦。哦，咱遮看一个典故哦。有一个讲游牧的，这是文德讲的故事。有一个讲游牧的王子啊，大家拢讲修真。就在下是第一啦，哦，其中一个内底有一个叫做地位第一，一个叫公卡第一，一个叫官绅第一吼。典型的名吼是讲伊的特产的地方，啊，一个叫经济第一。这个我们说你要争谁是第一啊？你拢感觉家己是上高，这样是第一。第二个就来讲这部的第一，当年哦有一个地位第一的吼，迄个是啥物？哦，啊，较早有一个是公卡第一。我人我修正啊，迄个伊一世人，我就讲这个故事啦。来，我来讲印象是第一，我即摆跟在座的各位讲，当初的公卡第一，就是伊即摆写本有得而且定主吼，是叫做写伊地位第一。有得的定主有一个叫阿那律尊者吼，伊的公卡第一。还有一个官正第一，生了英雄，是关键阿那律尊者伊是关键第一。有一个经济第一，就是苏伦士经济第一。爱讲咧，有其中一个福报第一，福德第一，迄个是啥？就讲迄个福德第一，迄个是我。所以讲，恁拢免大争相是第一啦，因为你即世个即摆拢是做我的地主，我是太看哦，第一。啊，好像看这个故事是非常的惊讶，因为福地位之后，福德是地位第一。咱伫道理需要，拢讲爱培养地位，爱言语，爱学习。这个有道，伊来到这个世间，伊是福德第一呢。伊
看到是这福，这个福上悬的，所以后学要甲伊讲啦吼，福嘛不得，我也讲啦，其实你们都不用真的，因为你拢不如我的福是上济，所以互我要讲嘛，你讲啥？讲其实，这个福报吼，咱千万莫当作人一个人福报，就是因为伊智慧了好，伊有钱，伊生活过了好，这就是福报。福报不只是安尼啦。一个人来到这个世间，先到伊头壳会比较较好，伊能力会比较较强。其实这拢是一种的福报啦，拢是一种的福报。那福德其实伊就是安怎修到已经所有的福报拢成就啊，伊的地位嘛足悬，所以福德出世伊是做福主的，所以伊即个富贵的福报伊嘛是有的啊。所以咱后尾要讲就是讲福，福绝对不是安尼。钱财意义，即个包括伊的头壳伊是哪学，别人咧读册，有人读册读到半死哦，有当我都拄着较好诶哦。有人咧读册，咱一个表姐，或者表妹啊，伊弟弟表弟，如果伊小弟吼，伊即个姐姐讲我读册吼，弟弟吼，讲伊读册读到要死啊，可是嘛佫袂好，讲伊看伊个弟弟吼，讲无啥会读册，一个课本咧显，一世人捌咧课本。捌咧个是成绩捌，伊是因为伊成绩歹，是因为伊是拢补上，拢补上，讲免练课啦。看伊有诶读册，先做安尼，哇，谢谢咱这电脑刷手机哦，技术又在更新了哦。所以咱要讲的讲，咱的犯错，咱的福哦，是从各方面去培养。有的经过，咱拢知有的经过500次的修行，但是啊，到了见红的时候，对咱讲，这灵魂，咱经过不管因进阶啊，进阶伊到一世啊，差不多啊，所以可以一世啊，马上做这个，伊嘛是类似的修行，所以咱个也，咱即摆灵魂上的这个福比相修，所以咱当然这个。或许刚刚我们会犯错的原因就是这两个，贪不言不久，贪不言不久，因为咱不久，所以咱但是咱理解不了好好，咱因为咱的规嘛不久，所以咱就会容易犯错。当然，直接讲咱各位解释，咱那犯错这件事情，所以我们要避免犯错，咱先遮风，那个不用咱的地位，所以咱来讲。六度万行法，第一种是啥？布施啊，布施种莲汤嘛。那布施跟布施记载意义，有的布施是三施品，什么叫三施？财施、法施。财施就是施积财嘛，施一个有形的物质，有形的物质啦吼。第二叫法施，法施是啥？是布施力啊，得力啊，讲法啊吼，有讲讲这。讲说法，讲这个法，互人是增加信心。第三叫无畏施，无畏施就是施无畏，无畏施施无畏的时候，别人袂惊，别人互人袂惊，讲等下，别人毋敢做的代志，咱去做；别人袂做毋敢扫呢，咱来扫；别人拄把讨厌去，咱来扫地人我来扫，咱来做。所以咱得有甲无畏施讲来做工课，叫做身教。身教用先夫来典型吼，这是上大的教育。身教是远胜于言教吼，咱不要讲咱这不如啊，做人。所以唯有身教，你亲身去体会的，那是真实些。所以是无畏心，只是来自我，无畏心，互伊增强咱的信心，互人袂惊。迄个伊有教你讲，无畏心是上关键来布施啊，所以是很高的境界。各位姐姐呢，可以看这个一起，所以无畏心、法心、后心这样简单。那有个最好是有个地位嘛，这个人面地位高，无心，所以地位非常的高。所以当咱有福要贵 ，OK 啦。刚刚
其实做是较大的错误，个咧是较小的错误。啊，伊的源头其实拢是错，只要咱做对，做唔对，咱会犯错。咱做唔对，细汉的变个，啊大汉的就变做，啊严重就变做。啊，所以就是讲啊，我们要从避免犯错开始啊，犯错。哦，咱若无犯错，其实后壁个要即个做三星吼，三星。啊，过来吼。OK 吼，所以罪过错，罪过错。那所以呢，就多多的来避掉犯错啊。所以呢，也来学啊，我们一定有特性，我们要把我们的智慧跟我们的高度感一起把它放进去。好，来，我们来进入下一个题。有一句话，这属于讲理念正确的嘛，搞不了，来听你听班这些结果，像前2个月我们省讲师大家报告理念正确搞不了，这些口呢蛮多是这样，啊，属于讲过嘛，不便利研修的，不便利研修到，所以咱修行行的以便利所以要有这个正确的这个理念啊。有当时啊，是按下面就是健康的力量。是不讲我们讲的话，啊，力量跟爱健康是在起因，要生出来，身体一定要该这个得力，啊，得力要他起因，得力的起因是咱个搞一个艺术课，啊，若无你是看外在哦，啊外在啊，啊拢看的都是片面的。其实世界上我做这物件吼，咱咧看的感觉好像是就是这样子。啊，不过呢，这种感觉呢，有一点，其实咱心里去了解。啊，若无心里，其实咱看的都是片面，咱再来看一个物件。这处理的物件，吼，这不是，不是这一张，还是不是这个？好来。我觉得我们今天这课测试我们的智商，3个人3天用3桶水，那像我们高伟啊、高干，那也归他自己。来 A 3桶 ，B 9桶 ，C 27桶 ，D 81桶。来，这个酸 A 请举手，啊，酸 B 的高碳的下去，啊，酸 C 27桶下去，然后 B 啊。所以各位先生说备载1趟，了解哦啦哦，根本这是一个数学题啦，其实这数学题咱当时是大，啊，其实咱大概讲这题目的视觉反应是啥？啊，3个3刚点3，啊高的高的有几趟？高碳啊，有些呢，有些不是啊，这个经过数学也要算出来，答案是 C 啊，7趟，27，啊，有印出来，但是。会后方的意思，啊，所以呢，回到咱这边讲的重点，以及这个哦，重点里面是在试试而非就是咱有人看就感觉哎，应该就是呢，为得力呢，他看哦，那就感觉是呢，那就感觉啊，我是应该是，啊，不然如果到前进，我们就会在不知不觉当中被他误导了，被他诱骗了，被误导了，啊，所以或许要讲。所以理念正确搞不了，不比理念就到现在对有利的一起地方，赶快够公出回来，你看其他内容，只是把共的道理不深入呢，测谎，喜欢对了这些内容，这些内容还没审哦，爱喝爱审，爱给做如何，然后我要省钱，算是27桶，是高碳，啊，这个钱让他也花一点心思好的意思。去细算去想，啊，做点得力也是嘛是安尼哦，我们要花一些心思去想，去
说咱安尼听听就好，听听。所以咱的理性爱真的是要投入，然后从很多的迹象去发现真理。有当时咱自己来研究这个，还是来上班，时间浪费。不然等你暑假呢，要回去好好的听我们这些课，我们听到的这个道理。所以呢，简单来讲，所以避免用错心。有当时咱认为讲，我在做好心呢，我也是做好意的。我这个人做好的、做好心的，都很良善的，我一做什么大恶大错，我哪可能去用错心？有些其实做的比较简单，没有去深。有那像咱例如啊，你对咱的囡仔，咱不爱咱的囝，有啦，咱做人是无拢嘛做爱咱的囡仔，对咱的囡仔老好，有，咱再做都是一个人。咱的囡仔甲其他无好，难免啊。我觉感觉有啦，有囡仔嘛，他们的感情真正无好咧，到时囡仔哇，国小国中开始，高中开始在叛逆啊，那两个人到现在开始变做伴，是父母亲对囡仔心报备。无呢，伊讲伊嘛是对囡仔做好个啊，嘛是爱伊囡仔，但是那囡仔面感情无好，为什么？因为他十点嘛。因为囡仔是大人10点那个情就会疏远，恶心到对，没有嘞，无对嘞，心嘛对嘞，被展现出来就是安怎囡仔在思考，修行学道其实嘛共款，有些人讲我着好心，为比如讲我着好心，我来甲道，要请伊来听着你我来甲道，有当时咱服务员嘛，无礼貌啊，无礼节卡。当时咱想我来这里，我来这有些目的，你想那边来，我们有时候存的心也不对，马测功诶，譬如讲咱存什么心，咱来看下一章，这是属于讲的，这咱应该做的，刚需老板讲的，所以咱这样题秀出来。就是甲讲啦，咱是修消冤解结的道，是修无病无渴的道。伊讲师父讲，咱是修智慧觉照的道，是修一路顺风的道。咱是修因理通达的道，是修有求必应的道。咱是修了结宽容的道，是修躲灾避难躲灾拆。咱是修超生了事的道，是修因心不输的道。咱即句话咧来讲啥？就是讲咱咧来道行修行学道，咱对咱即个道，爱无所偏颇啦。咱咧今仔修道，毋是去庙里拜拜，毋是去庙里求保庇。各位先生看，这有啥物？即两个对句有啥物差别？一个拢是咧求的啊。有啊，别有师父来讲，咱是咧修啥物道？无病无渴，为人去庙里拜拜就是安怎？伊上帝甲我保庇，我事业顺利，我健康平安，我说，咱我好愈好。这是庙咧求。过咱一般道场，毋是做这样工作，是讲咧甲保庇师父讲的啊。讲咱是要咧互咱无病无渴哦，咱是咧互咱一路顺风哦，咱是互咱有求必应。咱是无咱咧消灾撇难，咱是要互咱咧修迄个因心术。所以来讲，咱咧修道的赞助是不较悬的啊。我真正叫修道，什么叫修？修来遐讲的吼，如尘如尘，如动如魔，切磋动魔，切磋琢磨，切磋动魔是起来个成绩，得啦话了。天真啊，我咧讲，摕做到无聊啊，虚，无咱无聊啊，虚，修海成气嘛吼，爱成为一个气流啊，所以爱不断的修，咱咧修道是咧修哪？修改变土地，
咱修行学道就是咧想讲，会甲我保庇互我一条顺心诶。咱咧修行学道吼，是安修养自己、调整自己，幸福直直，幸福直直，爱当安消烦解决。咱咧修行爱明理，明理较我地位较高。因为咱地位较高，咱较我明理空间。一切是我功课完完的时候，我都了解完用。最重要咱是就是小心了事，是修迄个，我健身体健康，无袂无可能。所以咱讲到咱爱道，拢是要修。可能拄着艰苦，我人生拄着无顺时，讲这个无好，这个是假。修人时咱人生无好，咱道无好，咱爱过头来去看，咱家己做了无够。是讲倒是歹哦。咱今年前后班，咱台北3领去甲上讲一个故事。自内心来讲，讲有一间学堂，家庭学堂，规班规刷，大家拢等去啊，就先拢等去。迄个单主人某就来甲我拼扫，伫拼扫的时候，即个太太就开始怨啦。这个工课遮济吼，佮伊多甲那个教堂伫咧抱怨啊，伊哪听啊？可能伫遐咧争执这件事情，然后讲无啦，这有书嘛，安怎爱存这个心吼，有这个心，迄种重心来。因为有这个心就有一个心头心，一个你是啥啥是啥物个一片，行下去，行下去了看着啥？我了半天，讲得做好个嘛，想这单主诶，这刚输的这啥？这是定义。对，遐烧麦去人咩？遐阮天嘛，要快着，迄个心头心中安怎不来的，唔来啊！主持人帮我大家在座的所有的事情，请问谁的错？下面对吧？是单主的对吗？还是太太对？还是这个新道具的错？多谢谢，咱赶快是下面。就是说，是这个新道具自己的错。实际上也，咱对我道歉，为什么他会有这个错？是因够明，伊知影是啥物事啊？都还是真，拢是人啊，无迄个人袂犯错误的啊。只是咱家己今日修行行道的道理，今日修行行道的人，路的人拢袂对啦。你行这条路还是有难处，只是不断修正修，调整。所以咱各位先生，千万莫讲，道场的人，大家拢信的，大家拢师傅的拢袂对。大家是同时的同一个，包括赶快，也是会有很多的错误啊。所以就是讲是迄个人错，谁嘛是迄个人的错，因为看到这个代志，我爱去道，我爱去修炼，我爱去学道，从此断了这个修行的路。等了这个修行的路，有可能就咱以后是那个转，失去了这个好的一面啊。所以这个错，主持人讲这个错吼，是在讲代志事情上面的错误啊，就是讲伊已经测试了这个这好的一面。这个错误会造成伊以后个研究会去做安怎？无这个机会去讲这个更难。所以若是这个情形啊，伫咱遐咱生讲时候，咱讲师培训咱有排吼，迄就是有迄个服务了啊。咱服务若好吼，咱嘛拄着好的意面；咱服务若好，咱拄着手边拄着是好人，伊然后来引导咱行上好的路。咱的服务嘛无够。拄着一寡歹的，拢嘛你看伊歹，所以咱若拢拄着一寡做者无好的代志、无好的意念，咱千万感觉讲吼，这拢是上天无公平，对我歹，而且那是因为我们自己修的不够吼，真正是需要有啦。咱来好好去修行，家己调整家己，去外头，所以咱不要讲咱的亲子关系无好，问题囡仔对伊无好。后来，伊就听到你吼，就讲师甲讲，是，我这种意思啦，
是囡仔，你像囡仔之间哦的问题，关键点是囡仔，关键点的是家己啊，你需要多高啊，所以你要调整家己啊，要调整自己，调整自己，然后要修正自己，那个叫怎样啊？除了卖怎样，那要不用自己家己定义嘛，所以这些事，你开始要每天回家，等于要你上班已经做掉，你回家会花时间维护家己的心情，然后维护。你记得的时阵，当初讲讲三宝，怎安讲？三宝会当互咱互相化解，有咱天上有无？佮讲咱三宝来念念会当安尼修行。你刚才讲的是三宝会当互咱修心用心，可是我们好像三宝叫我们要等于要什么来用？有人把咱可能是被当时对，搞掉手去，知道天下一样。那不然我有时来用。终究啦，其他三宝真正是就是用了出来，啊，变哪样？就对讲就讲啊，目睭八分天，两分开，过来水啊，迄个手法无同啊，特别是我觉得水质也是丢，口中默念无字真经嘛，三宝拢咧讲，过些简单大家记起吼，目睭八分天，两分开，大家拢安尼，然后话讲话，过些简。咱去试看卖，静静坐里啊，来保护我们自己的耳。或许保证咱每一个人头壳顶方袂清净啊。咱试看卖，咱的生活都清净吗？很难。所以三宝其实让你定，就是互咱找一个时间好好啊静下来。互咱去关照咱的自身，咱的心拢在想啥？做的时阵，咱拢有咱的心在想啥？为虾米？因为咱的心吼，看到啥就会养欢喜。听到啥就叫一句话来欢喜，嘴里食到啥就叫这个物件来欢喜，身躯去感受到什么好，就叫这个物件欢喜。我的心哦，袂定啊，什么拢叫往外去了。对我好，你看有影感觉呢？今天咱倒去厝，我先等去厝这事情，我以为家电视拍开啊嘛，一年我才是总啊，拍开给我看，有就是手机啊开来看。无就是人甲规个鬼啊，为虾米？无一点点仔声，咱就感觉都无自在。咱有法度安静静，拢无声，保持掉。困难，咱保持是到知影问题安怎太好诶。问题啊，问题修好嘢嘛，修到尾啊，迄种叫问题，是牧羊女伫咧引领互你，就讲安尼修即种嘢，安尼毋对啦。伊咧修安尼伤偏极端啊，有的尾来讲安尼讲修爱修啥？爱修中道啊，袂使修这极端的，所以不可以。尾来我要修这个口业，一个对伊修口业起来，安不得你来修业，修到安尼走精去就对了。你修这啊，到单位修迄个，尾来有一种伊种安怎种，一直往下修下，比讲发生大关。伊就讲，若无见我这个见定见感，事不起始作，伊无爱背下来这个地方吼，可以修它，然后呢，也不敢那修，见或者这些可能修它那种嘛，你困啊，哎，我要结果，是嘛？我们保护得这里，我们修到那种嘛，关照伊的自信啊，你点我这个基地啊。不管咱是练功，较静啊，静功心里是有可能。所以咱若甲咱的心拢往外去啊，伊拢要去记啊，咱的心愈拖去。所以咱的修行学就是要回归，那咱今仔这个三宝就是回归，甲咱来回归嘛，手摕起来，咱要看出去啊。耳孔啊修着，先拢修到咱个，修到咱是动作淡薄来讲，淡厚道心讲道的句话。是讲甲人讲万法归一，啊，归了，万法归一，归了，万法归归一一直到，就是讲咱就是是来修的，回归啦吼，这就是回归。所以咱讲迄个妈妈，等下了，大家用时间做三宝的修行，不用家己修行，每天1000口数，大家1000口数。
小心改变这个环境。以前构手其实咱在线下1、2、3、4、5、6、7、8、9那慢慢扣啊，1、2、3、4，一个一个在看。按德流，是按德流，到时候讲较侪方面，所有的方面是休息的方面。你看嘛，那种搞修行方面遐尔侪，参禅打坐嘛，还有佛教有个跑禅，有个禅。咱德流就传咱一个三宝习惯，传咱一个早晚现象构成。这才是说嘛，想要咱这那个，我从那个来开班听的力，名利，传三宝习惯。二是关心法，咱修行是法理并行哦。法就是讲法就是要做理哦，理是有形的，咱法理行对。那咱的三宝习惯是习惯，那咱等于嘛是来名利。所以就是来讲修行两件事情啊，修行这两件代志。第一个就是咱拄仔讲的，不名利言修德，咱来名利；，搁一个就是咱等下讲修德修心啊。修心就是要修从心法入手。咱若无对心法去修心，无对什么代志去修心？无来参加活动就是修心吗？或者这就是修心吗？无一定的。我工课有个照他来讲，你真的一直就是修心吗？不是这样子。修心就是要从心法入手。那从这心法，咱修好的先变有有实用，我有始终来运用出来。在哪边都讲，咱回到咱遮讲的，所以咱不要错用第一个讲，咱后面讲的时候，我们不要抱持着咱修的，抱着一种有求的心啊，要求啦毋是来咱求这，求健康，求健康，求到平安，求到钱的，咱来得着，按到咱规定的这个仪式啊。都没有在，都没在叫咱求啥。我们来叫求，比如讲在地的，我们在地这个仪式哦，就是啥献供、献酒哦。我们道场讲的是这个献啊 ，OK， 献供，有无？所以咱得求是要咱大家求的哦，咱是来 OK 的，提前 OK。天公了完哦，刚才讲这个是。咱求着，咱得着一切过程哦。每年咱求着那么叫做啥？良天标语，有无？求着，咱对咱较成熟的年轻，咱来青草湾、新春湾、北河湾，所以咱得着不是咧求的，咱得着叫做啥？咱得着就是愿灵官，立愿哦，愿是。我要做，就是像咱许愿哦，许愿为是咧求啦，啊，不然就变成立愿、立愿。立愿是个上天表明咱的原心啊，原心就是咧讲咱的真心哦，真心。那真心是啥？真心是含上天契合是叫的真心哦，就是充满欲望、脾气毛病的是叫的心啊。所以咱给大家许愿啊，我们是来牺牲奉献，我们是立愿。立愿，我的这个关系在练出来。我的真心，我要为着你做啥？我要为众生做啥？我要安怎修净我自己，来我们自己，把我们的这个真心练出来。啊，不，这真心练搞才简单，是无简单。咱早头讲，30年、40年求一点真心。咱这个过程当中，咱若无用，都要去修净咱的心哦。其实咱有的拢是用我们的心的。我是有脾气的心啊，咱大家不要继续讲。所以我们在这边，师尊跟我们讲，切莫啊，跟大家提，看到我看到什么不好的，是我们要反求诸己。我头过来看咱家己啦，我头看咱家己，是咱家己做了好好的。千万别讲啊，那得牛，看到道场充满了是非，还是充满了什么全部会讲的抱怨。还是啥？就感觉这道无好，其实道无问题啦。咱看到的事事非非，做者无正确，这条是大问题。人什么问题？所以咱若看到道理，
混乱啊是啥物等等的，因为道理是嘛是人的团体啊，人对我讲，人也是会人也是会犯错啊。所以当然了，发觉道理充满了这些问题，其实不是道德问题，是我们人的问题。那安内人安内人有这样问题，我们人把这个道没有办好，我们把道办好，想要得反掉刚好我们做错了，我们方向错误了，道场才会有出现这些问题嘛。然后才觉得那刚都要过家庭那样。那所以当然了，换个如何来反思是我们没有把道办。那如果我讲等于处，等来一处，我的人缘也无好，我的家庭也袂顺遂，工作也袂顺利，感觉讲啊，好像是我们得到这个道路或是你保佑，那常老讲，其实不是道的不好，是我们没有把这个道修好。所以只要明显我们没有把道办好，那我们没有把道修好，那这东西啊，它回归来主心。所以看有不管是一个好的意思，我们要反躬自省。所以呢，等于说基本上讲，然后我周边的人，对我在拜，我的家庭现在袂顺遂，我讲啥现在人拢无爱听，这个就是我们自己要自我反省。我嘛咧感觉，自己讲话也都很不得体，拢唔对，所以不断的我修正。所以道理是听伊咧。道理其实是来提出来的，出来的。出来，咱下面讲的，这吴老先生讲的是对的。那他刚讲的是第一个错嘛，是咱他容易有意反射哦，是咱抱持的这个，咱如果写球了吼，坏球。另外一个呢，这是香港吴老先生来讲的，是咱讲是规讲，咱道场吼，另外一个错误的是。知办不知修，知前不知后，错法办道，当修道。这是第一班不敌修，第一者不敌后，策法修，反得动修，动这修得了。错法办道当修道，所以人家那种查不了，他们敢勾勒嘛？而且他们要回去，我那里，是讲我上台来讲。落来就来参加那个以后时间就来有当时啊，咱学校因为之前就咱真咱多，咱真细啊，对咱爸爸那样。然后学习心里面都会打一个问号。打工来呢，就是讲，来就可能要这个过，来再去办，这就是拿来讲的选择嘛。我那年今天让超生屌死嘛，现在让回到所有的天堂。当然啦，我们有求道，这是弥勒周书的关。弥勒周书，伊为了要完这个事，培养他好求的，他好修的，所以弥勒周书为了弘愿叫做弥勒净，有一个弥勒净，弥勒的净土，那是要咱求的咱平常对咱等于弥勒迄个多快度的迄个天地咱就去看个天，咱伫观念修持。前考虑咱等于来做内院修持，这是你得做出愿意带外去。啊，各位大家明改款开光，这是来个人家己修，还是要修啦。修怎么是修啊？对吧？修啊好，先讲咱这边讲这些咱们刚刚好像来到场上，这些堂会是修的。哥。很多时候，那这两个也是充满了欲望的，充满了脾气耶。那我觉得刚才来到陈经理啊身边，在我了解出彩，主到底下体现的两点，两国产两口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办道如歌啊，哪都讲这个德心有德心，充满有道的心，特别反而来对。跟这是隐形的这个属于啊，那个不是在办道，那是在办事啊，办来几年，然后这几年来这几年开会，所以王老师演艺术的时候，咱才能够跟他来的场务，不这开会，就是安怎，就是咧想着，
修道一定要有理内底，真理啊，真理，真理放伫咱的心内，那从咱的心为用出来是道心啊，不是人心啊。啊，什么叫人心？什么叫人心？我讲我这个心做好，我这个心好像没什么问题啊，我袂去人害，我袂去讲随便讲我贪讲谈钱啊，我也会看不起，然后这人不健康。那么咱今天心到内心心啊，关照我，然后关照我。然后去年还是一参加这个讲师，办的那个三宝心法修，那利用这个过程啊，也是练三课嘛，那用的是三课。啊，因为后面到前面，有种人都唔知，种朋友叫咱玩，这个讲你起码开始练，那个三宝修真就是真的静坐，我们不是在参禅哦，就真的静坐。真的静坐，了解一些，然后选在从真的静坐，完了开始在长不进，然后觉得提高总是要跟着人家做，还有长不进，可是会往不然的开始发现到，我们的心哦，那心啊，没定啊，那心没定，一直咧。只要图书讲，我写这代志，下面有个图只要讲，我带你来冲啊。可是我没有感觉到哦，刚感觉，我还是有心脏产生的呢，只要他跪地，只要他厉害，啊，就想要来救嘛，结果两个都规标这个来，这代表咱的心呢充满了得力哦。就充满了妄想执着啊，妄想、杂念、邪思啊，这样的形象，反正不真侪梦想，我写出梦想啊，伊这个杂念，什么叫梦想？梦想就是人家想出我假嘛，我坐条路啊坐，但是咱拄着一个。在乐透面开奖，我让我就是乐透，我也没啥的我提供不起的这个梦想，是不是就写出不仅的念头嘛？大家这个讲好多年嘛，就是说你嘛，看到这些物件无面，伊也无人知的，无人知啊，这个是一些我们不一定会去做，可是我们的心里面是喜欢这，那是不是叫做杂念？咱们就是不来无一个生出来，明明都无这个代志，咱就大起这个杂念。有啊，讲啊大济，还是有啥？哦。这又怎么样？杂念是莫名其妙冒出来的念头嘛？原来静在坐的时阵，明明都生活中也无拄着这个代志，咱就去想，所以就是讲咱后学的那个。当我们把这个心静下来的时候，把自己的心灵把它拉静回来的时候，我们就去看到他的心来说话的时候。然后我觉得我要这个嘛，当然呢，那怎么办呢？跟我心得我每年就，我都跟我一定没错，跟我努力做就发作这样，我那心里上控制一个即刻，跟我一定给他上即刻，是我们刚缺少这个关键的感悟啊。那么你真正关照咱的自心嘛？有一般情的，咱通可以关照咱的自心嘛？哦，咱这样真的要反我咱的心呢，就不是咱想象中的。虽然咱无做啥物大坏事啊，咱无去起什么害人的心嘛，对咱的心啊就是不安定啊。那怎么办呢？那学人就是去动，还有一个如意之巅，所以我们就试着去弄。可是呢，因为咱讲
我的心哦已经，咱这个心已经有40几天啊。那这40几天习惯的都是往外发，所以修的好境界，是1天2天，不是1秒2秒，我其实咱这行就是264种的意思。从今仔日在这时辰哦，更难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刚刚这个东西害人不浅。这个是手机啊，其实咱好像嘛是安尼哦，咱咧讲是咧讲咱科技，是咱家己的写照，咱的生活品质，真正就是安尼啊。咱讲那个新修的嘛，如果咱真正个新修的嘛，咱英语的学咱那个新修的嘛，我觉得感觉袂啦。那英语你只要背错的好啦，上个是5分钟、10分钟，我感觉这些人哦，这个我咧有啊。我就讲我上个厕所5分钟、10分钟也顺便，那就把洗晒。那我就好像也不行。那要困进去，要困在静静，那来喊我来困啊。你做什么？或许那哪个也爱讲，我想开始嘛。大概看个5分钟、10分钟，他要来困。先做呢，因为咱无法度去，然后享受那个心情无代志。状态，咱人经验哦，咱感觉咱的心较无用些。哦，是不是呢？咱拢会想说啊，现在没事做，那换一下电话，换一下手机，啊，开一下电脑看一下，啊，无其实本身电脑我偏通啊，可是让我搞那像就心情。如果我内心的这些情感的，是的话，我们离休息、健康的时间就差不多。那个前给我来讲，就是人心耗尽，人神耗尽啊，人心耗尽。人其实咱的心和心太紧，过去你看，其实这句话老先生犯罪了，他理解那个做一个比喻。过去他是游览，游览大部分在游览车嘛，那去游览不管一天2到3天2天，啊，是家己开车坐游览车。那个是游览所的感觉是啥？你感觉？忝，都忝的吼。如是讲我要紧转来是安怎？啊，做伊过咱来想看卖，游览那个车管坐的免，啊，互咱这自家位咱就可以行，啊，但无偌个体力哦，就是体啦，肯定坐车行哦，安尼。前段游览真忝，为什么不行？因为游览，咱人是坐伫了，过咱的心是动的，动了。那如果讲啊，人神耗尽，人心耗气，人心耗尽。其实咱的心是爱清净啊，哦，清净还是这些净都袂使。啊，毋过咧，咱咧游览虽然体力的付出都太济，啊，不只是动的，动就会带来疲劳啦，是不是呢？其实咱人静静大遐吼，咱如果讲真人静坐，其实咱今日是这样做疲劳，其实咱真人静坐这个无是非常静。咱咧用安静刚刚来讲，咱的主，咱的心念是咱的下关吼，这样啊。我的心比较保持清净，以前我每天早已会要拉长这些就好了。但主要你的辛苦的疲而已，真的就这样子。每个人都完全相同的，可是呢，完减轻那个疲劳，所以人的心蛮清的啊，咱的大脑、咱的大脑会降低那个活动的频率。这第三之前或者之前在里面都有专家学者的研究。为什么咱人的脑？然后人的脑不是只有个5%还是10%吗？5%，为什么咱人的脑会有90%几都会赢？为什么咱的脑会赢不进？后来专家研究，其实咱人的脑的区域，每一个区域都有一个功能。啊，讲咱人的脑其实大部分的所在都有赢的，其实咱这个脑非常的耗能。
这个耗能需要做这能量，因为咱这个脑足强，它也要做这养分能量，以靠头运作，所以咱大脑去做这个屁的脑啊，做这个我是听我从来，所以咱大脑做这些，咱消耗这能量，消耗这能量。所以你讲咱人一些生理的机制哦，会使有能量拢用了，所以就是咱的脑拢会用饱和脂肪、饱和脂肪。你较袂用伤侪能量，啊，所以所在无休。等到有用到这样代志的时候，可以这个所在，这个所在无休。所以咱人我都一心多用，就是一个时阵，咱哪样注意健康，再注意身体啊，这个好。所以为什么我们真人静坐的时候，人静下来，完全脑静下来，这人做地的会往精神，会疲劳会消失。若我们的心非常的浮躁，心浮躁还是讲用脑不济，包括现代人现在这些精神疾病啊，这些精神疾病拢不是身体的问题，拢是咱心理的问题，拢是脑的问题。那你大家真正做的这个问题，所以比较回到咱即摆这边讲，这以前啊，拢把动这天公标外的时代的这个来的理性，其实这个是外功，外靠的看外面的功夫啊，外功外靠的功夫。那我们真正的实际起来修德，就是现在内修啊，内修。内修哦，咱内修要修啥？我来讲，有时间。内修就是主来讲，修德修心。啊，修心啊，心伫倒？啊，咱的心是安怎咱敢知？我拄有讲，有去关照过咱的心啊。那去关照过我这个心生什么？大家讲我心好好，那脑里关照，你心会关心。当咱对有一件代志的时，咱是体现出来的心，为什么感管一件代志？有人对念头，无什么要紧，是咱个气氛。为什么咱的心境、咱的胃口，这个内修功夫不够，我无去关照咱自己的心，所以咱爱去修道修心，就是要断除内观，去关照，咱现在需要有时间，看一下咱家己啦，隐身主义啦。认识自己，这一句话就重要，所以要花钱。认识自己，那就我刚好讲那灵魂啊，国外灵魂认识自己，最好做几个结论，讲那些灵魂来到这个人世间。当然是为了投胎历练啊，对，讲来到人世间选择了在提示的底下，就是隐身主义，认识自己。那咱今日求道就是嘛是吼，求道点咱的黑关条，来讲咱的自信良心，其实嘛是咧隐身主义啦。我们要自己要当家做主，就是做主。国家做主，隐身主义，知影咱的主义的本质是啥？咱的本性是啥？本质是咱的本性，咱的本质是啥？我的心正哦，我就正海义啊。我的男生哦，我的查甫，我就这个黑帮，这个自己就是我们了。既然我们自己哦，不要小看咱家己。隐身主义的时候，清清澈澈了解家己的样子。模样本质，先了解咱每一个人的本质。个人呢，就是爱看清楚即摆家己的状态，自己的状态，现在的状态是啥？然后呢，将咱这个状态恢复到变成咱的本质。那什么是咱的本质？咱人的本质是啥？就可以讲平平输一致，是安尼个关系。咱讲咱人有一个啥？一个
主性哦，有一个新主人带伫迄个，你讲是应该要玄关出去嘛，带伫玄关遮，这就是咱的新主人。啊，这有足重要吗？这为什么重要？因为这甲讲咱每一个人，拢有一点真正正，咱真正这个自己，是咱的灵，咱的灵性。佛家佛德，来讲咱这点的灵性，佛德咱乐的定义，这点灵性叫做不信。佛性哦，咱伫佛家讲咱的是叫做自信啊，不信。啊，像佛德讲咱的自信叫做不信。因为咱的人每一个人的这样的本质啊，叫做佛性啊。咱的本质就是不信，意思就是咱的自信啊，不同感官是可以成否的啦。咱的自信不是一种，比如讲像回来的啦，好子的那个性质哦，伊本质哦是土去烧出来哦，伊这改变基，改变基啊。无可能，为什么？因为伊的性质啊，伊的性质，伊的本质吼，这个回来本质就是不一样。啊，如果伊若是茶，伊的性质就是茶，不锈钢就是根啊。伊的本质就是安尼，伊就是伊无可能改变伊的本质啊，伊可能改变伊的样貌。有无？以后可能做煤啊，可能做煤炭啊，可能做碗做碗。那伊无可能改变伊本质。那显到咱的本质哦，我们的自己的本质叫做不行，因为咱的本质是人不敢换，每一全部都是人去修出来，只是咱每一个人有见解无同，啊，不然咱不断去修。啊，因为咱人有这种的性质，咱人的本质是安尼，差不多变成这个模样。啊，若无咱人上天互咱人的本性，袂飞嘛，对吧？咱人会飞。对啊，无咱那去看会飞咧，有可能无，因为咱人的肉体的功能，上天赋予的这点的性质是安尼。啊，无咱人的灵性是非常的高，咱人是地基，万物之灵啊，咱人的灵性是上高的。那这灵性就是讲咱的性，那人上天赋予咱人的这点性质，这样高，这样珍贵珍惜，不单单的性。那咱今来求得民主感、自感、调感、讲的就是讲每一个人，就是这个佛性。不要小看自己哦，感觉动作就是一般的救星一样，不要忘了自己的本质啊。所以有得开讲讲一句话，然后题材啊，大地众生该具有，如来地为一想，如来智慧德性啊，德相，我讲德相德性。如来就像如来一样的智慧德性，如来智慧德性，大家拢敢换啊？只因什么妄想执着而证得嘛？你看妄想一种，所以咱咧修行的，是要安尼妄想一种去掉啊，不要去修啊。所以我们要怎样来控制？所以咱人不要小看我们自己啊，这些性中。尧好言呀，舜好言呀，尧地舜地，不管你是什么人，就是干的是不难。就是有为者亦有失啊，有为者亦若是，要管理者有为者亦若是哦，也有失啊，有为者亦有失，而且这个义是这个义啊，亦若是哦。所以意思话，花杯子会怎么样？只要管理者都会善，这就是咱人的本质，认识自己，修成怎样的东西。后来那个讲安尼吼，是很遥远的啊。刚刚讲到不行，所以咱好像做不到，所以咱得要就是咱认识自己的状态啊。啊，为了讲无，其实咱无法度去了解咱家己的状态是啥。有些人那个。你刚刚讲天花乱坠，讲到境界足怪，其实境界讲的是种境界是讲咱人本质。迄咱就飘，咱来调用这个目标，一起朝这个目标。按不然咱了解咱的状态，
即摆这个目标可以是这样，啊，无咱的条件呢可以起码这样，所以咱来认清自己的状态，然后一步一步往上，一步一步拼，一步一步拼。那咱人的状态是啥？受到受心，咱来先看着咱家己的心。所以咱在不断去回光观想、去觉察、去观照。对我讲这个真人静坐，真人静坐比较简单的话，把人静坐。真人静坐是变原因，这就是觉察、觉察。咱透过咱家己大，伫咧观照、觉察、觉察咱的心量，咱的心的状况觉察。去觉察咱的心情，这是一块。我是在咱后面人，我这个是讲，咱弄在咱的心什么状态。那去伫这个觉察的过程当中，你看到咱真正本来你的清净心。你看到咱的清净心是生做啥物款啊？然后去看咱这条心哦，你做啥物变？咱是看心的起车就无少，起车就邪术。当咱咧起邪术的时候，咱知影咱咧起邪术，这是最重要哦。当咱咧起欲望的时候，咱知影咱心咧起欲望，这个还最重要哦。有做的时阵，既然咧心咧起妄想，起妄想，要把脾气咧起妄昧，咱其实咱家己唔知呢。因为看袂着咱家己的心的状况，咱不在意啊，咱感觉咱起发起野性的这正常。为什么？因为咱看袂着咱的清净心是啥？咱只是看到咱一点的妄心啊，我们的妄心，我们的那一种充满了秉性、个性、脾气、毛病的心，咱拢只是看到迄。为什么？因为咱唔知咱的清净心是做啥物款，咱欠这个去练习，去觉察咱这个清净心的状态，迄个动作。所以咱清净啊，心是好者去看咱家己的心嘛。当咱若分得出来，咱即摆咧起妄心，也是咱的清净心，咱的真心咧有用处。如果我们可以分辨得出来，过来就是安怎啊？用这种觉察觉察力啊，眼力有使用啊。比如讲即摆咧看囡仔讲话，男生讲话，你做人话，我们可以明仔去看着我即摆是清净心，还是我即摆是妄心，还是我人所谓的忍心啊？这点的虚假是咱看得出来。当然，咱无可能讲随讲，我就随时拢用这个清净心。我这点的真心吼来应对，无人遮厉害啦，我觉得无人遮厉害。可是如果我们可以看得到，咱知啊，像无咱知影了，咱当下比如讲拄着代志，人咧甲咱讲，人咧甲咱骂，甲咱烦，啊，你已经知影讲，我咧起性地啊。如果我们当下知道，咱当下那些转念啊，那些克制啊。爱好这个脾气，然后爱讲一句话。啊，如果俺真正控制得了，真正好处理。咱起码爱后知后觉啊。所以后知后觉就是讲，我知影我发生这样代志，然后爱怎忏悔啊，醒过忏悔啊，改过嘛。希望以后爱个犯，不要再犯，还是犯这些错误。所以这是咱修炼一个很重要。那是我这心控制会了。控制会了，是讲道理听听啊，是咱来机会来参会。这爱练啊，练，哦，是这个练哦，还是这个练哦？这个练是靠只啊，咱家己练心。这个练就是拄着代志的时，真正考验练哦。我感觉这个练较难考验，这是会咧修。啊，无只家己练心，这是也是老师给咱发给的，意思不太一样。所以在河流始终，听有在河里混游出来，听河里小安心来健康，因为然后因为有当时啊，咱有咧做这个工作，咱有法度去觉察咱这个心来变，咱有法度去觉察讲啊，我的心咧起妄心啊，我咧起嗔恨啊，我咧起无明啊，啊，无咱唔知要怎做，是是咧，我就知影讲啊，人咧甲骂甲我或许所谓的拢在那样子，我可能是压抑啊、克制啊，可咱无迄个地位去转化，去甲必先破，去拿烦恼、这破题、那破题先发出来。所以有可能咱有觉察心，如果咱欠这个名利哦，名利，因为咱的地位无够，咱唔知要怎做，咱无地位，咱无这个基地，咱的心内，咱只是我无看到咱的心的变化。
过咱作为一个好的地位讲讲啊，所以叔叔讲不明理言修道，所以道理嘛非常的重要。道理爱听，你讲这个道理，因为咱人是先知啊，先知影这个意见了，咱台湾拢听到迄个意见。什么意思？咱人唔知影咱起这个心叫做凊魂吼。如果我们不知道那心用心叫做凊魂吼，咱连负载凊魂是里面嘛。啊，咱人唔知咱起这点的心吼是无起啊，那你感觉安尼是对的。所以咱一定要先把这个吼，爱培养我讲。第一，我知影，我已经知，我了解这个道理，我先求认同，求明理，求了解，然后我去我教。啊，无咱就慢慢讲，我只是知影做，如果我唔知影到底安怎做对，安怎做较健康的，还是没有偏差，我们还是很容易会犯这个错误。所以咱咧讲，咱咧修道，咱咧学道，如果咱这点的真知哦，真理若无够深哦，所以咱做个工作是对的，如果咱的心哦，无一定是健康。所以咱就感觉好像感觉袂安尼，咱脾气讲的是绝对。为人咱个性做大脾气做大，所以我们要反过来正确。那下些同学会讨那后学在讲了，我的代表让后学验证大家，我代表到场的谁都已经做到这样子。都有喜欢点修炼收窄，每个人都了解我标的。所以按我讲这些道理，千万不要拿来检视别人啊。那我们来看嘛，我讲这是分享咱这一段心得。那后话嘛是把这类都讲一下，以后家己有法度呢，可以做到这个样的一个虽然我讲是同修共鸣，同修了解目标。所以咱大家学堂的，唯用这个讲，这个决心很重要。另外咱爱唯有除了这个决心之外咱还可以培养咱的悟力啊。这觉察的决心咱不用，个人是要这个磨练，磨练的是咱咧讲的明理。